究竟澳門打九價邊度比較放心呢？介紹一個好地方俾你哋，最緊要係價錢公道。搞它，呢個裝修非常之好，等得非常之舒服。基本大部分房都會有窗，環境真係好開揚好正，連廁所設計都好貼心。最重要係價格公道。呢度就位於澳門市中心，交通好方便。聽講哥哥仔服務非常之好，帶你感受一下。即係一陣填埋呢個知情同意書咧，就可以先可以入去打針針。咁呢個係我哋今日會打嘅9價疫苗嚟嘅。咁呢個係全新嘅一個9價疫苗啦，正版噶啦，冇開封過嘅，條碼都係晒毒嘅。幫你度完體溫，打完成個過程5分鐘都唔使。哥哥仔話叫我打完針之後咧，坐低休息30分鐘先走，果然非常細心。記得打之前提早預約，咁就唔使浪費咁多時間。呢度仲有 T21檢查同埋牙齒檢查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自己預約啊。教你哋點樣揾到佢啦，就喺新馬路呢個十字路口正對住澳門商業銀行，左手邊呢個窿位上去，記得收藏住，下次去啦。